徐院长，看到讲对着精神分裂症，到底有什么真好的药材来提供给咱的这位来宾呢？这个中华花坛这个罗先生哦，你好哈。你讲你今年37岁哈，3年前因为离婚了，心情就歹啊哈。咱人拢知影吼，这个咱人啊离婚，也是讲感情无顺利，也是讲事业无好，也是讲其他的身体无健全吼，有当拢会一个压力。这压力吼，造成咱心情的苦闷啦，心情会袂轻松，久了吼，就造成一个心理压力。所以咱的精神分裂吼，介济就是讲因为精神无得到舒坦不要造成一个幻听的现象。幻听来讲吼，你干嘛有人在和你讲话，事实你甲看拢无，看拢无人，这就是幻听。更加严重，甚至有当你因为人会去指使你去做什么代志，比如讲，指使你去杀人，指使你创什么代志，甚至叫你去自杀。所以精神分裂严重，有哪有人会发生生命的问题啦，迄个伊讲你是精神分裂第一期啦，而且我提供3月份专门治疗这个心情不足，精神无正常甚至有幻听啦甚至人家讲起笑这种的，拢效果拢真好。第一个是朱砂藤安神丸，第二样是桃核振兴饮。第3样是鸡心回魂丹，这3样不管是忧郁症也好，还是躁症也好，还是精神加兴奋加迄个还是精神分裂症，只要是精神的问题，拢有效。好，谢谢徐院长哈。那么讲到这，我相信各位大家呢，也咱即马真科技发达真正，大家经济拢有改善。不过呢，我相信讲到这精神分裂症呢，咱大家呢伫咧家庭上呢，真正拢有这车辆开车。不过，互我联想到讲这是咪精神分裂症交开车嘛有危险？咱就来听话，咱的李院长你告诉我，对着摇头方面，是不是会当互咱提供互大家呢做整个改善，把这个危险降到最低呢？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讲到这个精神分裂症讲起来实在含义范围作为生活的作为真宽的。例如就讲打算生活紧张啦、车辆啦，有的人打算讲较迄个反应较迟钝，较讲一寡简单的较笨手笨脚安尼就对啦笨手笨脚，伊就迟钝。即摆讲那车哔哔，我就讲哔哔惊吓。这个惊定的惊。魂倒是有无？伊消散去。怎未消散去？主要咱院长有开一项药方，就是有无？金心回魂丹。这金心回魂丹就是讲的人伊人有无？伊笨手笨脚，心袂定，你比，你花着，但是院长我紧张就带伊即摆带着，直带，心就魂一散。咱像讲咱囡仔人啦，话讲惊着啦，就讲收3分7片甲规魂啦。囡仔才困入去，囡仔才袂惊着咩吼，困规暝，无就乱规暝咧，哭咧咩吼所以这魂才会归。人叫啥讲，互伊流目屎啦，伊哭啦，笑起来讲，你要倒，我就像你叫我呢，伊安尼幻想所以这嘛有种种原因有的人讲去食一罐安慰他命啦，死安慰他命啦，还是海洛因啦，还是食一罐咱这四盒啦，还是这毒品就对，还是讲这药啊，先讲起来，吗啡这啦，拢会影响着这脑的神经的思考的刺激着伊脑的敏感度就对。但是咱主家院长又提供一味咱这药啊，注射点安心丸。这注射点安心丸，不是咱这注射安心丸呢。以前咱就会注射，伊是叫做有无？化酒类的矿物的化酒矿物的。但是主要就是摕咱这个有无？这个有无？定物的注射点就是这。你咪看这个呢？这个这配就白一块大块。所以阮而且做节目拢摕起来，这药拢是药撑起、摕起、挖过拢是药拢是咱的典故，都讲过，这就是我经过有无？我倒起并这，经过我世界医理论文讲解，经过咱这个行政院长孙应成孙院长有无？而且研究一寡植物食抗癌，你看外国人都当然走咱咧绿色摇头，所以我定定讲一句话：21世纪是植物的天啦。
这咱有无谢院长，谢院长有无？伊嘛是咧研究日文的。哦，啊，对事实咧，啊，这有无？你想，这拢阮家己所标的呢，所练功夫嘛是爱食药啊，所以阮大家身体，我阿公食到103岁，食满期得一手，你看，安尼所以咧标的，经过有无？一年之下万年之上的人，考应钦将军、6中上将，伫咧翕相呢，合影注典呢，有无？咱卫生处长有无？单处长呢，所以合影。哦，啊，这我讲起来有无？这都讲起来，使讲讲起来有无？你看，昭和年代就召见我的阿公公，哦，召见我的阿公公，哦，啊，这看，啊，你都大家都唔免讲我伤济，啊，你总统召见，副总统召见，迄定定嘛咧召见，啊，你著嘛看真济啊，你有看讲过百变金旗是归厝经，啊，这就是药，啊，有人食了，一个社会地位有人认同讲有无？这是救世万民，啊，所以有无？这安尼食一块啊，哇！食这有无？会狂啦，会嗔啦，会中毒。啊，这大自然自问，所以我就讲，世间万物啦是必有用。你有发现到，甲无发现到，安尼尔。啊，有病就是一定有药。你无你讲起笑，哈，忧郁症我要起笑，来讲起笑，我个来讲这个人，这是咱苗栗德南，苗栗自然，德南有无？这个小姐姓单女士啦，单女士，真正伊家己有无？家己看迄面亲嘛，知影讲有无？小面，精神失常有无？精神不集中有无？有无？啊，伊安尼哦，人安尼神懒哦，我要来摇头，拉稀啊，精神袂集中啊，袂眼离秋快啊。所以咱身体要顾用，咱就讲安尼，李教授而且讲，话会紧，免力会紧，丹田有力，眼明手快。万人手快就对，拢头壳一灵活，头脑变用，哦，四肢发达，所以咱来其中有无？一种这个物件，单米小食。咱院长主席搁来其中一个有无？搁有无？讨好定心印，讨好就讲这个心爱会归心，人精神爱集中，所以精神爱安心，一定脑一顾脑，所以咱来其中有无？这个邪香，邪香恁知啦吼？这邪香买你若爱买好势呢？哎呀，大德，邪香一支后300，后一支10块的，后一支200。啊，我摕互恁看，这啊，这一支10块的啦。人家来做这一支，做啊，趁一个机会啦。迄间药厂名我免讲，趁一个机会。即摆药厂做大间，价值几啊亿，超过8亿。迄间药厂超过8亿 ，GMP 2间。干做这一支10块，做啊好个，做啊好个，这来起价啦。啊，讲过啊。阮的兄弟嘛是做家己一支商药粉尔，哦，嘛做啊趁啊好个起价。嘿，药搁一味也好用，着救万民呢。哦，啊这啦，这一支35啦，这一支35啦，哦，啊这一支25啦，啊这哦，正元社，干的这有无？一支毛着价值这，一支后要做个超过5000元以上。我李教授你就袂夸张，正元社你捌看到这？啊，你毋捌啦。但是我咧讲这拄啊全台湾国啊，我拄到一个内行乌巴桑小姐，李教授啊，你这做囡仔吼，我以前阮兜吼开中药店吼，阮老爸阮阿公吼以前有这呢，元社呢，敢会晓当讲这呢？我讲你内行的，也讲这个你内行。哦，啊，这个人住伫代，嘛住伫咱这有无南投县的啦，南投县的女士啦。叫做水利遐个啦，水利。你若加一无邪香有加着吼，邪香安神固脑，阴魄啊，串心火，串心气，哦，降脑火，降脑气，搁加一这啦。来，甲写咧，这边甲写咧哈，嘿，搁咧阴心木，阴心木这啦，大经。啊，着这项我阿公就讲真好用啊咧，真好用啊，阴心木，你看。茶要食这个鸡，食甲做这个心呢，以形地形，以形制形呢，食这个心木，就到这个好大点。啊，无你讲食药，哦，食药都真歹讲呢。哦，搁加一个这甘味，甘味而且我搁摕恁看，啊，这大家嘛要食，那免搁讲。小朋友你拢认识吼，有诶阿妈其实我毋捌这啦，啊，小朋友拢捌啦，啊，这就是我手骨摕这，啊，即摆换我搁现手骨摕这，哦，就是这有无？有啥无？就是这。啊，这有无食安怎都免搁讲？哇，
食充烦着起笑，放牛啊起笑，心火别别后影放牛爱起笑。我的阿公讲无影啦，叫我食就好去啊，充烦着起笑。你讲你特定这味是啥物药材？敢有要加？这项啊，无，咱这位猪舌丁，猪舌丁，嘿，加有啊，就写咧猪舌丁。结草刺头吗？猪舌哦，猪包的好，写另外噻。猪舌哦，迄个是沙啦，猪沙。啦，沙漠迄个沙。好，猪舌。猪无草字头。哦，好。猪无哦，安尼。好。所以内底加油。椒啊有无？好。猪舌是爱椒啦，哦，少很少。食少啊，舌是猪舌丁。食少。猪舌丁。好。内底佮加一个龙胆草。龙胆草。龙胆草，佮再加一个无？红鳟花啦，红鳟花啦，讲小鳟花啦。小鳟花。小鳟花啦，风着啦，风啦起笑一条，风主一个风，鳟的鳟啊，风鳟花。我讲小花啦，加一个上角位有写对无？上角位。上角好搭挂号，这另外用啦哈，声香搭挂号另外用，搭挂号，大家安尼来听有人吼。过来加一个牛心来，佮加一个这头痛花，牛心来头痛花吼，加一个酱卤树，这酱卤树咱知影。上路，咱大家有无？咱我头壳听坐车、行车坐坐连阵推的，我所经话迄提神醒脑哦。咱要爱上路树，咱就要讲咩咧？加一个白丁香。樟脑树。樟脑树白啊，白色的白，点落去点啊，点香的点哦。佮加一个无酱香，酱西啊，迄个酱。酱香。酱香哦，香哦，就是加一个郁金。加一个玉神，安尼自这物件玉神哈，写玉神，听起来当做茶来啉。玉神是大陆的路吗？写迄个3456的613。好，玉神。是应该是你像大理，迄个搭是路啦吼。第你写迄个六，安尼会使，咱有人中国啦，写这条安尼让人看有啦吼。内底，咱若对这个药啦无了解、无详细，咱敲一下专门服务电话一个，还是咱的所在，还是咱摇头团旗，将摇头啊园，地动而且来参观，认识真济其他的题目，我讲过正版贵族的题目，这种家己用的，家己的，好，好，谢谢0800-0800-0800-090-223。咱配叫甲跟是三明区隔面6581号，互你到谢谢。好，谢谢，休困者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顺心中医诊所台北市永庆北路甲民权西路口天桥边，永庆北路2段235号。顺心中医诊所免费电话0800-766-777。你扫把你来我用看，就唔知要去倒看，就迄甲林路顺心中医诊所啊。顺心中医诊所采用